Jane 哥倫帶你去初級大人主題酒吧，同調酒女神打卡，同埋飲超巨型 cocktail。Oh my god，飲死我咩？話說調酒女神 Costello 喺佐敦開咗自己嘅新酒吧 Kiddo， 主題同個名一樣，所以入面真係好有童趣。呢度本身係間日式 cafe， 但星期四、五、六9點半之後就會變身成為酒吧，入面好多嘢玩㗎。佢個 menu 係副啤牌，嗌完仲真係可以咧嚟玩，有趣。佢哋主打 low ABV 嘅 cocktail， 分別有4款 draft cocktail 同埋其他即場沖嘅 cocktail。呢杯咁大杯嘅係 Prism Moon， 主題係美少女戰士 Sailor Moon， 用科卡配 yogurt 同西瓜汁。tap cocktail 可以做1 lit， 好恐怖啊！一個人點飲？哇！但係呢個好好飲喎，西瓜味，好似飲緊西瓜冰咁啊！我覺得我都飲得到1 lit。呢杯白 Beat Boy 最搞笑係佢嘅 garnish 有個 Game Boy 仔，真係玩到㗎。佢係杯荔枝山竹味嘅 Gin Fizz， 呢個就清爽荔枝味，飲落幾舒服。呢杯蜜桃成熟時就係杯用乾邑做嘅杏桃烏龍茶。呢個好好飲啊！佢係一個土味嘅烏龍茶嘅 high 波咁樣，飲落好清爽。但係你會飲到茶同埋土味。如果嫌唔夠 strong 同特別，推介你哋試呢杯 Sticky Rice Fardier。簡單嚟講就係杯糯米味玻璃 Fardier。呢個好重米味，即係糯米嘅感覺，飲落去有啲似糯米酒咁樣。但係其實佢飲落都幾舒服嘅，即係有啲其他甜味啊帶翻出嚟。最後嚟都可以試埋佢哋嘅小食，同埋唔好錯過佢哋呢個成支波啲汽水咁嘅 shot。我想講嚟呢度真係好似去咗個遊樂場玩咁，好開心啊！